咁尋日預告嘅四件嘅作品呢，咁啊其中呢一件呢係最方正嘅一件嚟嘅。大家見到啦，佢係一個金鐘，但係非常之顏色會同頭先嗰一部分呢就會有比較濃啲嘅感覺。呢個金鐘，所以呢，喺陽光之下呢，佢會呈現紅色嘅，見唔見到啊？呈現啲紅色。咁如果喺黑色底嗰度見到啦。其實而家呢個陽光度呢，正式嚟講應該好猛烈嘅，但係佢有啲雲層遮住，係啦，咁所以就個光度都唔算好犀利。嗱，咁佢呢一個雕刻呢，就佢第一佢好方正啦，佢做咗一個竹報平安係一支竹嚟嘅，雕刻得非常之好，拋光都拋得非常之好。咁就嗱，佢呢度打孔嗰度呢，上高咧就做咗牛鼻窿，不過係唔係左右嘅，係前後嘅。咁所以綁完之後都係一條線上嘅。咁我建議上高可以加個頂珠啦，頂珠。咁下低度咧都做咗一對牛鼻窿喺度嘅喎。最主要就係有部分呢都係啲女性啊，尤其是女性啊，佢前面例如上高穿咗一啲金剛菩提或者星月菩提呢，或者一啲黑色嘅嗰個叫咩紙呢？我唔記得咗添。係啊，即係有一啲掛頸繩之後呢，咁好靚啦，咁跟住穿咗之後，下低好多時會掉啲水嘅，或者下低再掉粒細珠咁樣，跟住有啲水喺度，咁呢呢個呢就可以做到嗰個功效啦，上下都可以做到嘅。咁呢個師傅就幾好顧及到呢個情況。嗱，如果大家睇擺喺手嗰度呢，因為太猛陽光啦，所以我而家就唔知大家見唔見到一個好紅嗰個感覺喺度，因為呢個金鐘拍係有少少深色，所以呢，佢喺陽光之下呢，佢仍然好透嘅，所以呢係可以見到紅色嘅。有背光嘅效果。嗱，冇乜陽光嘅情況之下呢，佢就會深翻啲，冇頭先嗰啲咁樣噶啦，因為佢比較深色啲啊嘛。第一就係深色嘅問題啦。第二嘅就係我尋日一個預過視頻都有講到，就係佢嗰個淨度嘅問題啦。咁佢通常嗱，第一有少少嘅植物嘅碎片啦，又或者佢有啲火山嘅灰引起嘅粉塵同埋一啲嘅流動嘅紋，都會影響佢嘅淨度嘅，係啦，個折射度嘅原因就係正就係因為佢中間嘅物質呢，而導致佢嗰個引起咗個清澈度啊，所以佢折射度冇咁高。呢個就係因為呢個原理啦。咁當然如果有流動嘅紋呢，一樣有流動紋嘅好處嘅，起碼可以做一啲好似風景拍啊，或者一啲好特別嘅漩渦式啊咁樣嚇，一樣佢係特別嘅嚇。咁呢一個嚟講呢，就佢正就因為有啲流動嘅紋，所以佢冇清澈度冇咁高，但係佢又做唔到漩渦嘅效果，係啦。如果佢清澈度高啲咧，佢呢個好綠㗎啦，你見個邊啊？見唔見到啊？嗱，咁你呢度薄啊嘛，見個邊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綠嘅，都泛咗輕微嘅基有光嘅綠色嘅嚇。咁但係中間呢度就做唔到啦，但係唔緊要，佢一樣有嗰個紅潤嘅效果喺度，係啦。我放大俾大家睇個雕刻，其實個雕刻就冇問題嘅，一般，不過都係循例啦嚇，循例嘅啫。因為呢個雕刻比較簡單，佢加上好方正，做得非常之好啊！呢個男士戴我覺得幾好啊，足步平安係啊，或者可以叫佢做步步高升嚇。我覺得男性戴深色少少嘅拍呢都唔錯嘅，係啊，因為亦比較沉穩一啲，或者比較實在一啲嘅嚇。咁呢個可以用嚟送俾老公啦，或者自己男士買嚟佩戴都方便嘅。長褲高呢，晏少少會喺個 description 度連埋個重量一齊公佈俾大家嘅。多謝收睇木子手作先。咁咧今日4件嘅拍品呢，4件嘅虎拍呢就已經拍好咗啦。咁今日晏少少呢，再會有4件嘅其他嘅雕刻品啦，都會上嚟俾大家嘅。咁俾大家慢慢選購。咁早排真係唔好意思啦，因為正就有部分去咗一啲拍賣局嗰度拍賣啊，所以就少咗上身。咁經由一啲網友提點啊，喂都要上下身先得㗎，封晒塵啊咁樣，所以就呢輪都會擺翻部分嘅製作或者作品上嚟嘅，係啦。咁講聲唔好意思先。咁另外有啲網友可能之前有啲要求嘅，我要翻屋企抄啲，例如啲重拍啊，或者其他嘅虎拍嘅
訂做嘅，咁我都要俾啲時間我啦。啱啱開始 pick up 翻呢啲嘢，係啦，因為之前拍賣都擺咗少少心機落去嘅，好冇？OK，多謝支持木子手作。